阿勇，你可以講下你幾時開始蛙艇嗎？我1994年啱啱入大學嘅時間就經過間打俾人招咗翻去嘅。當時你參加嘅係啲乜嘢嘅訓練課程嚟㗎？一樣係升班，爬一隻好舊式嗰隻 R 艇，越砌嗰隻 R。完咗訓練班，跟住你就開始大學嘅蛙艇訓練？冇過第一年冇玩㗎，因為玩學生會啊。咁啊第二年跟住先再 join in 翻個暑假嘅大學 training 咯。當時嘅大學訓練係點樣嘅？同埋個演變係點嘅呢？哇！嗰個年代嘅大學訓練，因為我哋嗰陣時冇私家艇㗎，冇㗎，全部大學都係競爭協會嘅器材嘅。當其時盡快去攞公家嘅木艇咯。我最記得要爭係爭隻404咯，404係最好爬嘅木艇。即係我哋最開頭1-2年咧，就係邊個10分鐘拉到2000米就可以落4人艇嘅，拉唔到就落8人艇咁樣嘅。咁我唔知點解97、98年我翻到 year 咧，就唔知邊間大學引入咗拉30分鐘。咁啊，個個都一齊拉30分鐘啦。最近呢幾年當然啦，就會有多啲 interval 嘅 program 等等，拉長途啊等等嗰啲嘅。咁但係 mainly 我哋都係用翻20年，差唔多接近20年前嘅30分鐘啦，課新人。當時你喺隊裏邊係啲乜嘢嘅位置嘅？之後幾時開始正式開始教大學隊嘅呢？大學咁多年都係扒手嘅啫，都係蛙手，不停蛙嘅啫。98年開始就畢業，就嗰年就即刻幫手教艇啦。咁所以計埋今年18年，啱啱教咗20年。經過咁多年嘅演變，大學隊嘅訓練模式係有啲乜嘢嘅變化呢？完全唔同晒咯，因為我哋多咗同港隊方面咧，會多咗好多溝通啊等等咧，其實已經係開始唔係淨係嗰1-2個月嘅訓練咯，係差唔多成整年嘅訓練咯。咁我哋嗰陣時就係叫做玩完啊，或者放暑期工啊，跟住先至練嘅。咁而家就直情係 full time 朝7晚7咁樣響 centre 咯。我覺得辛苦好多嘅。PolyU 咁多年嘅比賽，有啲乜嘢突出嘅成績呢？冇乜㗎喎，我哋男 team 攞 overall 嘅時間，女 team 又唔係好爭氣；我哋女 team 攞 overall 嘅時間，男 team 又唔爭氣。咁所以大學成績就最多都係 overall 第2咯，分別響20年裏面，全部都攞過晒金牌。大學隊員咁辛苦練習，除咗去比賽爭取成績之外，你覺得佢哋有啲乜嘢嘅得着呢？最大嘅得着其實係佢哋爬完艇之後，其實真係唔會有嘢再辛苦，好容易面對呢個殘酷嘅社會啊！因為最辛苦嘅嘢已經試過晒㗎啦，佢哋刻苦啊！最簡單就係我自己就係我爬到爛晒嘅手，咁仍然都要繼續拉機，仍然都係要繼續去爬，咁流晒血嘅都係啦，最多避一避嘅啫。好多時候我哋會講蛙艇要有 teamwork， 你對 teamwork 係點樣睇嘅呢？我哋會同啲 rower 講就係話，你可能響同一科都會有一個現象到，即係自己有競爭嘅。如果讀書嘅話，我又唔俾 tips 你啊，你又唔俾 tips 我啊，我又可能我又攞到 tips 又唔俾你咁樣。咁但係響呢個比賽或者響賽艇嘅世界裏面，佢哋一定要 teamwork 咯。佢哋完全明白到 teamwork 呢樣嘢係幾緊要咯。即係如果我勢力咗或者我做得差咗，會影響成條 team 嘅話，咁佢哋就會去好努力去集中做每一樣嘢咯。我諗對佢將來都係會容易啲去自己去 build up 條 team 咯，因為佢曾經試過點樣去成為一條 team 做 team member。咁當佢出到嚟嘅時間，咁佢都可以成為 team leader 咯。我會覺得係。阿勇，對於傳承呢個概念，你係點樣理解嘅呢？我哋 Poly 就有句嘢叫傳承嘅。其實就係希望可以舊嘅人可以傳到啲嘢落去俾下面，咁下面嘅人可以承傳上面，譬如老鬼啊啲嘢咯。傳承呢樣嘢喺我哋條 team 度或者阿冧拿嗰個角度上都幾好啊，做得。咁多年嚟，你有冇參加過一啲蛙艇屬會或者協助成立一啲嘅蛙艇屬會呢？入過 Land Rock， 入過飛達，跟住自己11-12年前整咗個 PolyU Alumni 嘅 Rowing Club。除咗教大學隊之外，你都有參與其他系統嘅教練工作，可以講一下嗎？我05年開始教傷殘人士賽艇，教到其中一個運動員係可以去到北京嘅殘奧運動會，咁攞到都有名次嘅第10名。喺教傷殘運動員嘅經驗
喺你嚟講，感受到啲乜嘢嘢呢？嗰幾年我教傷殘人士，反而令到我覺得，我想係令到啲健全人士要練得更加好啲咯。因為其實傷殘人士有佢個唔同嘅傷殘程度啊等等，咁但係人哋都可以練得咁好，練得咁足，咁點解？其實我都好多時都去鼓勵翻，用依啲例子去鼓勵翻，譬如啲 U 仔啊，或者一啲運動員，就係話令到人哋都可以練得到，點解你會去避或者你記住大家個目的，你身為運動員或者代表學校出去比賽，你係需要付出嘅。一個傷殘運動員係付出咁多，點解你可以唔付出咁多咧？我成日去鬧班人啊，唔係鼓勵，係鬧。喺協會方面，你擔當過啲乜嘢嘅公職嘅呢？我而家係教練委員會主席，做咗4年啦，係啦。咁希望可以花多啲時間啦，去推動一啲教練嘅發展或者推廣，因為我哋其實如果以人數嚟講，運動即係參與我哋賽艇運動嘅人數嚟講，其實唔算十分多，所以我哋希望可以一步一步嚟推動多啲教練嘅發展，咁可以多啲人去參加我哋嘅運動，咁從而參加多啲嘅人多咗，咁亦都係培訓多啲教練出嚟咯。呢個都係我嘅幾年嚟嘅目標。作為資深會員，你對蛙艇嘅發展有啲乜嘢嘅意見或者睇法呢？其實有唔同層面去做嘅。其實因為香港而家除咗城門河之外，其實開始想發展其他地方，我有其他嘅活動中心。咁其實唔多唔少，我哋呢個運動都受到地區嘅限制，唔好似籃球啊、足球咁18區都有。個人就希望其實響嚟緊嘅時間，譬如一啲啟德啊或者將軍路，可以起到一啲 centre 或者推廣我哋嘅蛙艇去所有康文署底下嘅水上活動中心，咁樣會令到我哋整體上成個賽艇嘅發展會更加蓬勃、更加好咯。咁當然，其餘嘅配套就係我哋要培養，即係吸引多啲人嚟玩啦，認識我哋呢個運動啦，唔係淨係踩單車嘅人咦有隻龍舟喺度爬緊喎，成日對住我哋點解到龍舟得9個人爬嘅咁樣？咁我有時踩單車就會同佢講我哋呢啲係蛙艇嚟嘅，同龍舟唔同嘅。市場推廣我諗都要花啲時間，我諗都唔係市場推廣，係運動推廣多啲。我哋協會有 Indoor Rowing 同埋 Coastal Rowing 呢兩樣蛙艇嘅活動，你又點睇佢哋嘅發展潛力呢？其實 Indoor Rowing 嗰度我哋都推動得幾好嘅，喺學界方面。咁而家只係話我哋可唔可以推到去其他大眾嘅層面啊，同其他公司啊、工業機構啊合作，再做多少少個推廣。咁其實室內賽艇我覺得發展得幾好。咁另一樣嘢嗰個 Coastal Rowing 即係海岸賽艇。咁其實我哋協會都響18年攞到亞洲區個 Coastal 嗰個比賽啦。咁 World Champ 嗰度19年我哋都協會都攞咗嘅。其實我哋都有資源有能力去做呢個推廣。咁如果我哋推動到呢個海岸賽艇嘅話，我諗對於我哋成個發展海岸賽艇嘅發展會更加好。咁起碼多啲人認識咯。即係除咗響城門河之外，我哋可能響維多利亞港爬緊啊，咁多啲人去睇到咯。喺城門河活動咁多年，你對城門河嘅水質同埋發展有啲乜嘢嘅經歷呢？其實見到條河密淤泥啊咁嗰啲之後，其實真係好咗好多，甚至乎係有好多水母由海嗰邊游咗入嚟，因為水母真係要啲乾淨嘅水，咁佢先會生存嘅。係啦，咁水質上就真係好咗好多。我係原身住九龍嘅，我而家都搬埋喺城門河邊住啦，紮根於城門河啦。沙田蛙艇中心對你嚟講係啲乜嘢嚟嘅咧？一個好喺我角度上一個好地標嘅地方，係我喺呢度活動咗20年。咁你話有啲咩感覺就好親切？呢個係我嘅第2個家。阿勇對多年嚟嘅活動總有啲印象深刻嘅時刻嘅。閉起雙眼，
你會立刻想起啲乜嘢嘢呢？一眯埋眼就記得㗎啦。第一樣就係我教第2、3年，我教咗藍 team 嗰 team 人8個人都有派落，連續3屆藍 team 理大 overall 藍 team 嗰邊 overall 咯。咁第二件事就係我識咗個太太啦，佢讀中文大學㗎，佢姓莫㗎，而家姓李啦。我深長至啲啊，我好多謝我太太。